如果你需要用到 CPAP 呼吸機，但每次出差、外出旅遊，帶住部機又好似拖住部電視出街咁你一定要聽下呢個產品。呢部 Transcend Micro 細得誇張，同罐五香肉丁差唔多大，放落袋你仲會懷疑自己，咦，我係咪冇帶罐五香肉丁呢？但唔好睇小佢，雖然細，功能就絕對唔細。Transcend Micro 係屬於 Auto CPAP 類別，會自動調整氣壓，無論你側瞓、反瞓定抱枕瞓，呼吸都一樣咁穩定。再加埋佢嘅低噪音設計，夜晚瞓覺冇咁嘈，可以由打風模式變返做安靜模式。Transcend Micro 天生就係為旅行而設，機身超細， FAA 認可，飛機、高鐵、週末短 trip 都可以輕鬆帶住走。仲有佢嘅 Drying Mode 乾燥模式，用完幫你吹乾裏邊嘅濕氣，保持乾爽易清潔。講到尾，如果你係嗰啲成日飛嚟飛去，唔想再孭住部大機，又想 CPAP 夠力又方便啲人， Transcend Micro 可能幫到你。我哋係 A Medical， 如有興趣請聯絡我哋，嚟我哋位於太子嘅產品陳列室參觀示範。